每天晚上，当您在没有摄取适当营养的情况下入睡时，您的肌肉会在背景中悄悄萎缩。60岁之后，身体每10年可能流失高达8%的肌肉量。但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的是，这种衰退不只发生在您活动时，它也会在睡眠期间发生。除非您采取行动阻止它，否则这个过程会持续进行。好消息是，只要稍微改变您的夜间习惯，就能防止肌肉流失，甚至重建力量。研究现在证实，睡前吃某些特定食物可以支持夜间肌肉恢复，缓解不适，并帮助您醒来时感觉更强壮而不是更虚弱。因此，如果您已经超过60岁，并专注于保持活跃、精力充沛和自主生活，这部影片就是为您准备的。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一个影响无数年长者却很少被讨论的问题：睡眠时发生的肌肉流失。事实上，年龄本身并不是肌肉消退的原因，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在没有适当营养的情况下入睡。为什么？因为您的身体在睡眠期间进入进食状态，通常持续数小时。没有摄入蛋白质，您的系统就会开始分解肌肉组织作为燃料。这个被称为分解代谢的过程，随着年龄增长会变得更加激烈。为什么60岁之后会更糟？因为您的身体不再像以前那样有效地处理蛋白质，这是一种称为合成代谢抵抗的状况。因此，即使您白天摄取足够的蛋白质，您的肌肉在夜间本应重建时，仍可能处于饥饿状态。但别担心，有一个经过验证的方法可以反击。睡前30到60分钟吃某些食物，可以阻止这种夜间分解，甚至在您休息时激发新的肌肉生长。今天我们将分享8种最佳睡前食物来保护和修复您的肌肉，从第8名倒数到第1名。清单上的每一项都有科学依据支持。排名第1的食物，在一项研究中，即使没有体能活动，也使夜间肌肉蛋白质合成增加了22%。所以，拿起笔和纸，您即将学会如何在睡眠时为身体补充能量，并在早晨变得更强壮。想知道它是什么吗？在我揭晓之前，请在下方留言分享您从哪里观看以及您的年龄。让我们看看有多少人选择随着年龄增长保护自己的力量。请不要离开，因为接下来会有一个简单但强大的建议。现在，让我们开始吧。第8名，茅屋起司。让我们从一种常被忽视，但在保存夜间肌肉方面却非常有效的平凡食物开始我们的清单。茅屋起司，它价格实惠，容易取得，而且功效惊人。您可能会怀疑茅屋起司听起来不像是超级食物，对吧？但不要被愚弄了。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含有高含量的酪蛋白，这是一种缓慢消化的蛋白质，能在整夜逐渐为您的肌肉提供养分。与快速吸收且迅速消耗的乳清蛋白不同，酪蛋白会在6到8小时内稳定地将氨基酸释放到血液中。这是睡眠的理想蛋白质。把它想象成一个缓慢滴水的水龙头，整夜滋养您的肌肉。在英国营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临床研究中，睡前食用富含酪蛋白点心的年长者，其睡眠期间肌肉蛋白质合成增加了31%，相较于没有进食的人。这不仅仅是维持，而是在您休息时实际的肌肉生长。对于任何超过60岁，希望保持行动力、平衡力和精力的人来说，这是改变游戏规则的。那么理想的分量是多少？睡前约30到60分钟，试试半杯茅屋起司。如果您在控制脂肪摄取，选择低脂版本。想让它更美味吗？加几片香蕉、一撮肉桂或少量蜂蜜。只要将添加糖保持在最低限度。
来自水果的天然甜味不会干扰您的睡眠，而且香蕉还能提供钾，支持肌肉放松。伊史奇亚籽是另一个很好的添加物，提供健康脂肪和额外纤维。额外好处是毛乌起司含有色氨酸，这是一种天然氨基酸，支持褪黑激素和血清素的产生，这些化合物能帮助您放松并入睡。对于消化敏感的人来说，它通常对胃很温和。许多年长者表示，在夜间例行时用这种简单食物后，早晨感觉更休息充分，身体也不那么僵硬。简而言之，毛乌起司不仅仅是怀旧零食，它是一种聪明、有科学依据的方法，在您睡眠时保护肌肉。如果您一直注意到力量逐渐下降，这可能就是扭转局势的简单改变。第7名，水煮蛋。清单上的下一个是第7名，一种经典但常被忽视却非常有效的食物——水煮蛋。它们可能很小，但在保存肌肉和支持60岁后的力量方面，它们带来巨大成果。每颗鸡蛋提供约6克完整蛋白质，意味着它包含您身体肌肉修复和维护所需的全部9种必需氨基酸。鸡蛋的特别之处，尤其对于年长者，是它们富含白氨酸，这是一种向肌肉发出生长信号的氨基酸。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肌肉对蛋白质的反应变得不那么灵敏，需要更多蛋白质来启动生长。这种状况称为合成代谢抵抗，是年长者难以维持瘦肉质量的主要原因之一。鸡蛋透过高品质蛋白质帮助对抗这个问题，即使在较小分量下，您的身体也能有效利用。在2021年营养素期刊的一项研究中，60岁以上的成年人在夜间例行食用全蛋12周后，保留的肌肉量比没有食用的人多 19%， 保留的有 19%。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食用鸡蛋的人显示易活比水平增加。这是一种支持恢复的荷尔蒙，会随着年龄下降。更多的一意味着更好的愈合、改善的肌肉力量，以及日常活动后较少的酸痛。鸡蛋的便利性是它们如此有用的另一个原因。您可以提前煮一批，放在冰箱里，睡前约30分钟就拿1到2颗。它们易于消化，不含添加糖，不会像许多甜叶煎零食那样使您的胰岛素水平飙升。想要增强效果，在鸡蛋上撒一点姜黄和黑胡椒。姜黄有助于减少发炎，而黑胡椒能促进其活性成分姜黄素的吸收。为了增加一点饱足感，加一片酪梨。它的健康脂肪有助于减缓消化，为您的身体在整夜提供稳定燃料。水煮蛋也非常适合夜间食欲较小的年长者，不需要烹饪或准备任何复杂的东西，只需剥壳享用。如果您正在努力重建力量、减少运动后疼痛，或在老化时维持肌肉，它们特别有帮助。易于制作，富含蛋白质，并经科学证实支持恢复。水煮蛋是小包装中的动力源。总结一下，它们简单、令人满意且有效，正是您的身体睡前所需，以支持力量和活力。第6名，橄榄油浸尾鱼。让我们来谈谈第6号食物——橄榄油尾鱼。虽然它可能不是你夜间点心的首选，但这种瘦蛋白质和健康脂肪的简单组合，对于希望保持肌肉力量的60岁以上成年人来说，是一个强大的选择。尾鱼是您能找到的最浓缩的完整蛋白质来源之一，它提供您身体所需的所有必需氨基酸，尤其是白氨酸，在启动肌肉修复和生长方面扮演关键角色。但真正让尾鱼提升到下一个层次的是，当它浸泡在橄榄油而不是水中时。为什么？
因为橄榄油添加了一定量的健康脂肪，减缓消化，使氨基酸在整夜稳定释放。这意味助您的肌肉在休息时能持续数小时获得营养。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测试了这种组合在年长者身上配对蛋白质与健康脂肪。那些睡前食用像尾鱼这样富含 Omega-3 的蛋白质丰富食物的人，夜间肌肉蛋白质合成增加了 34%， 相较于没有食用的人。更好的是，他们醒来时身体僵硬较少，维生素的吸收更好，发炎指标也改善了。他们感觉更强壮，行动更轻松，恢复更快。那么您需要多少？只需1小罐橄榄油浸尾鱼。选择橄榄油而不是水晶的种类，或是考虑淡橄榄油选项以获得更温和的味道。将它配上全麦饼前或一片黑麦面包，如果您想要额外的纤维，或者简单地直接从罐子里吃。Omega-3 脂肪酸是另一个好处。它们不仅支持心脏健康，还能减少肌肉发炎，这对经常经历关节僵硬或活动后疼痛的年长者特别有帮助。这些健康脂肪还有助于睡眠品质，镇静神经系统，并促进更深的休息。更深的睡眠意味着更好的肌肉修复。关注预算吗？罐装尾鱼是最经济实惠的蛋白质选择之一。它可以大量购买，不需要准备，并且保质期长。对于生活固定收入或希望在不花大钱的情况下优先考虑健康的年长者来说，这是理想的选择。而且不要让简单性愚弄您。尾鱼和橄榄油的组合经过验证，有效且易于消化。您不需要花哨的食谱或昂贵的补充剂。只需一个罐子30分钟和为您的肌肉提供一整夜营养的承诺。总结一下，橄榄油浸尾鱼提供完整蛋白质、抗炎 Omega-3 脂肪酸和缓慢消化的脂肪，支持夜间肌肉恢复。它简单、实惠且有效，对于任何认真对待60岁后保持强壮的人来说都是完美的选择。第5名，希腊优格。排在第5名的是希腊优格，这是一种多功能、美味且极其有效的睡前食物，用于保护和重建肌肉。如果您重视便利性和结果，希腊优格勾选了所有方框。它富含蛋白质，容易消化，并含有支持整体健康的益生菌。每份希腊优格提供15到20克蛋白质，取决于品牌。这大约是普通优格的2倍。更好的是，它富含酪蛋白，我们之前讨论过的缓慢消化蛋白质。这种缓慢释放的特性使其非常适合夜间食用，为您的肌肉提供稳定的氨基酸流，持续数小时。这有助于防止分解代谢及您身体为了能量而分解肌肉的过程，尤其是当您处于进食状态时，就像睡眠期间一样。在应用生理学杂志的一项2018年研究中，睡前食用希腊优格的老年受试者显示夜间肌肉蛋白质合成增加 28%， 相较于没有进食的对照组。研究人员还注意到早晨代谢率改善，表明身体更有效地利用营养进行修复，而不是储存脂肪。希腊优格的美妙之处在于它的多功能性。单独食用它是完全可以的，但如果您想增强营养，可以添加一些配料。撒上一把蓝莓或草莓以获得抗氧化剂，加意式和桃或杏仁以获得健康脂肪和额外的镁，这支持肌肉放松和睡眠品质。一点蜂蜜或肉桂可以增加风味，而不会造成血糖飙升。只需确保选择无糖、全脂或低脂的希腊优格，避免掉维版本，因为它们通常含有隐藏的糖，会干扰睡眠并引发不必要的胰岛素反应。希腊优格还含有钙，这不仅对骨骼健康很重要，对肌肉收缩也很重要。随着年龄增长，钙的吸收减少，使得从食物中获取钙变得更加关键。
此外，优格中的益生菌支持肠道健康，而健康的肠道与更好的营养吸收和更强的免疫系统有关。对于有乳糖不耐症的人，希腊优格通常更容易耐受，因为过滤过程去除了大部分乳糖。如果您仍然敏感，寻找标有无乳糖或选择植物基希腊风格优格替代品，只需检查蛋白质含量，确保它接近传统希腊优格。简而言之，希腊优格富含蛋白质，富含益生菌，多功能且美味。它支持肌肉修复，改善消化，并有助于更好的睡眠。所有这些都在一个简单的杯子里。对于忙碌的年长者或任何想要一种不费力的方式，在睡眠时滋养肌肉的人来说，这是理想的选择。第4名，杏仁酱。在第4名，我们有杏仁酱，这是一种缓慢燃烧、营养密集的食物，非常适合夜间肌肉保护和恢复。虽然它可能不像其他清单项目那样富含蛋白质，但它独特的健康脂肪、植物蛋白和必需矿物质组合，使其成为睡前强大的选择，尤其是对于60岁以上的成年人。杏仁酱富含单不饱和脂肪，与橄榄油中发现的那种相同。这些健康脂肪减缓消化，帮助您感到饱足，并稳定血糖水平过夜。这意味着您的身体不会经历胰岛素飙升，这会干扰深度睡眠并触发脂肪储存而不是肌肉修复。每2汤匙杏仁酱提供约7克蛋白质。虽然这不像希腊优格或鸡蛋那么多，但它是完整且易于消化的。将其与其缓慢释放能量结合，您就有了一种能让您的肌肉在整夜得到滋养，而不会感到沉重的食物。营养研究的一项研究发现，睡前食用富含镁的食物如杏仁酱的参与者报告更深的睡眠阶段，减少夜间醒来，并改善早晨肌肉功能。减少夜间醒来并改善早晨肌肉功能。为什么？因为镁在肌肉放松和神经功能中起着关键作用。它还支持蛋白质合成，这意味着它直接帮助您的身体利用您吃的蛋白质来修复和建造肌肉。许多年长者缺乏镁，通常是由于饮食不良或某些药物。这种缺乏可能导致肌肉痉挛、腿部抽筋和睡眠不安。在您的夜间例行中加入杏仁酱可以帮助填补这一空白。杏仁酱也富含维生素 A， 一种抗氧化剂，保护您的肌肉细胞免受氧化损伤。这在老年时特别重要，当氧化压力增加并减缓恢复时。透过减少细胞水平的炎症，维生素 A 支持更快的肌肉修复和更少的僵硬。如何使用它？睡前30到45分钟吃1到2汤匙杏仁酱。您可以单独吃，将其涂在一片全麦面包上，或与香蕉片搭配。如果您喜欢更光滑的质地，将其与1小杯无糖杏仁奶混合制成简单的奶昔。选择天然杏仁酱，成分简单，只有杏仁，也许还有一点盐。避免添加糖、氢化油或人工成分的品牌，这些添加物会降低健康益处，并可能干扰睡眠。如果您在晚上发现完整餐食太沉重，1汤匙杏仁酱提供小而易于消化形式的优质营养。总结一下，杏仁酱可能不华丽，但它非常有效。评级缓慢释放能量、植物蛋白和镇静矿物质，它帮助您的肌肉保持强壮，睡眠保持深沉，它是您夜间例行中简单安静的英雄，您的肌肉会感谢您。第2名，酸樱桃汁。清单上第2名是酸樱桃汁，这是一种深红色、营养丰富的饮料，不仅能帮助您放松，对于60岁以上的人来说，这是增强肌肉恢复、减少关节不适和促进深度恢复性睡眠的最有效天然方法之一。
这不仅仅是另一种时髦的健康补品，它是一种经科学证实的工具，用于保护肌肉量和缓解夜间炎症。酸樱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们高浓度的花青素，这是强效的植物基抗氧化剂，对抗炎症和氧化损伤。最重要的是，酸樱桃是褪黑激素的天然来源，这是调节身体内部时钟的睡眠荷尔蒙。这些化合物共同帮助放松肌肉，镇静神经系统，并为更好的夜间修复奠定基础。较少的炎症意味着肌肉磨损较少，更多的褪黑激素意味着更深的睡眠，更深的睡眠意味着更好的恢复。2019年，国际运动营养学会杂志发表的一项著名研究追踪了50岁以上晚上饮用酸樱桃汁的成年人。仅几周后，他们报告早晨肌肉酸痛减少 33%， 睡眠效率改善 15%， 抗氧化剂水平明显提高。研究人员指出，氧化压力的减少，这在年长者中通常升高，是这些益处的关键原因。当您的身体能更好地处理压力时，它能更快地重建。以下是如何将其纳入您的例行：睡前30到45分钟喝4到6盎司的100%纯酸樱桃汁，务必选择无糖酸樱桃汁，而不是混合或甜樱桃版本，它们无法提供相同的结果。味道自然尖锐且略带酸味，这就是您知道它是真品的方式。如果太浓烈，您可以用少量水或柠檬稀释，以获得更柔和的味道。而且益处不仅止于肌肉，酸樱桃汁也被证明透过降低膝盖、臀部和肩膀等关键区域周围的炎症来支持关节健康。这对于在僵硬或疼痛关节附近经历肌肉无力的年长者特别有用。随着炎症下降，活动力通常会改善，允许更舒适的睡眠和更有效的夜间肌肉重建。它也直接关联到荷尔蒙健康。深度恢复性睡眠是您身体释放生长激素的时候，这是组织修复和肌肉再生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因此，如果您整夜辗转反侧或醒来时感到僵硬和昏昏沉沉，加入这种饮料可能是您身体需要反弹的小改变。总结一下，酸樱桃汁富含褪黑激素和强效抗氧化剂，它舒缓关节不适，对抗肌肉损伤，并增强睡眠品质，同时帮助您的身体维持和恢复肌肉量。对系统温和且完全天然，它是老化肌肉最被低估的睡前盟友之一。第一名，乳清蛋白奶昔。位居我们清单第一名的是乳清蛋白奶昔，这是一种简单有效的夜间工具，用于增强力量、保存瘦肉质量，并减缓老化对身体的影响。现在您可能会将蛋白质奶昔与健美运动员或运动员联系起来，但研究现在显示它们对年长者更有益，尤其是在睡前服用时。如果您超过60岁并想保护自己的力量，这可能是您夜间例行中最有影响力的食物。乳清蛋白提供完整的必需氨基酸概况，但它特别富含白氨酸，这是肌肉蛋白质合成的关键触发因子。把白氨酸想象成一把钥匙，解锁您身体的肌肉建造机制。随着年龄增长，这个机制的反应不再那么快速或有效，除非它得到更强的信号。那个信号就是白氨酸，而乳清蛋白以强效、快速作用的形式提供它。这在60岁后至关重要。当身体开始显示合成代谢抵抗的迹象时，即使用蛋白质进行修复和重建的能力降低。解决方案：更多高品质蛋白质，时机正确。理想时间是睡前。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2021年的一项研究观察了65岁以上睡前饮用40克乳清蛋白奶昔的年长者，结果令人印象深刻，夜间肌肉蛋白质建造增加 22%， 加上肌肉流失标记的减少。
随着时间推移，参与者获得力量，改善步行速度和更好的平衡，即使没有结构化锻炼。想象一下，如果您加入轻度运动会，有什么结果？那么您该怎么做？将一勺乳清蛋白分离物与冷水或无糖性人奶混合，睡前约30到60分钟饮用。如果您喜欢更浓稠的饮料，可以混入半根香蕉、伊始杏仁酱或少许肉桂，只要保持简单易消化。跳过含糖混合物或重奶昔。如果乳制品困扰您，选择乳清分离物或水解乳清，它们乳糖含量较低，易于消化，同时仍提供全部益处。乳清蛋白不仅阻止肌肉流失，它促进夜间新肌肉组织的生成。它还有助于支持重要荷尔蒙如EPH和生长激素的释放。这些荷尔蒙在深度睡眠期间自然释放，对恢复至关重要。最重要的是，它快速准备，易于饮用，即使对晚上食欲小的人也有效。无论您已经很活跃还是刚开始，每晚的乳清奶昔都能给您在保持强壮和行动力方面带来强大优势。那么，为什么乳清蛋白奶昔排名第一？因为它勾选了每一个方框。快速吸收富含肌肉刺激氨基酸，对年长者方便，并经临床证实，即使在休息时也能重建肌肉。如果您的目标是保持强壮、精力充沛和独立，这种简单的奶昔可能是您最有效的夜间盟友。正如您所看到的，肌肉衰退不仅发生在您清醒时，如果您的身体缺乏保持强壮的燃料，它会在夜间加速。但这8种食物有研究支持并受到健康专业人士信赖，可以帮助您扭转局势。每一种都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方式，在您睡眠时修复、保护和生长肌肉。所以，这是今晚的挑战，选择其中一种食物，睡前30到60分钟试试。注意您醒来时的感觉。随着时间推移，这个简单的改变可能会改变您的早晨，并改善您身体随着年龄增长的功能。感谢观看。如果您发现这有帮助，请记得按赞、订阅，并与可能需要它的人分享这部影片。您的支持帮助我们接触到更多希望随着年龄增长保持强壮和健康的人。留言告诉我们您的年龄和您从哪里观看。我们很高兴听到我们精彩社群的声音，让我们一次一夜地建立力量。